今次我哋公司得到咗香港傑出企業呢個殊榮，我哋感到非常之榮幸，亦都足以證明公司一直以嚟嘅努力得到業界嘅認同。我哋亦都多謝我哋嘅員工上下一心，去為公司嘅目標作出努力。我哋得到呢個獎之後，會更好咁激勵我哋公司推陳出新，推出新嘅產品，以迎合市場同客戶嘅需要。我哋公司憑住豐富經驗，採取多元發展嘅策略，亦都係上下一心去推出更多嘅產品，更優質嘅服務俾我哋嘅客戶。公司由開始嘅個人電腦軟件、電話應用程式，發展到而家嘅網上團購，再進軍呢個理財保險服務。而家我哋更加發展呢個業務，我哋推出市場後都好受歡迎，亦都得到客戶認同。咁我哋會繼續向多元嘅發展同埋行業嘅領導者而進發。公司會繼續採取多元化發展嘅策略，透過拓展新嘅業務，增加我哋嘅營業額。另一方面，我哋會秉承我哋嘅創意，務求推出更優質嘅產品同服務俾我哋嘅客戶。向行業嘅領導者呢個目標，我哋繼續進發。而家國際市場嘅環境千變萬化，亦都係展現新嘅商機。我哋會審時度勢，作出更明智嘅選擇，務求令我哋企業喺國際競爭中保持優勢。